評判、各位來賓、各位同學午安，歡迎你哋嚟臨香港教育學院。今日係2015年度三個杯辯論賽。今日嘅辯題係港府應引入發牌制度規管劏房。首先為大家介紹今日嘅評判，佢哋分別係恒生管理學院社會科學系教授陳顯陽博士，香港教育學院科學及環境研究學系助理教授陳文浩博士，香港城市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員黃天中先生。好多謝三位評判喺百忙之中撥冗出席並且擔任是次比賽嘅評判。接住落嚟呢，係為大家介紹今日嘅辯論員，正方為香港樹仁大學主辯金子瑜同學，一副曾穎賢同學，二副張天寶同學，結辯劉展晴同學。反方為嶺南大學主辯連海琪同學，一副時家偉同學，二副何偉彤同學，結辯謝守恒同學。是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首先我謹代表我方香港樹仁大學感謝三位評判喺百忙之中撥冗出席擔任評分工作。其次要多謝教育學院嘅辯員為我哋準備舒適嘅比賽場地。最後要多謝友方嶺南大學嘅辯論隊同我哋一樣努力準備辯題，切磋辯技。咁最近呢，喺網上面睇一段片啦，就叫做《香港愛我》。咁個故事咧就講一班小學生咧就跟隨住老師咧去準備演講比賽。咁咧為咗要贏呢個比賽咧，啲學生咧都好努力咁跟老師嘅指示咧去調整自己嘅語氣啊，去改稿啊等等。但係偏偏有一個咧就冇跟到老師嘅。咁去到比賽嗰日咧，佢都係依然照住自己寫嘅一份稿，用自己咧中意用嘅情感咧去演繹。但係最後出到嚟咧，佢係贏咗，全場嘅人咧都拍手掌，亦都得到咧全場嘅共鳴。咁故事講乜嘢咧？其實都係提醒我哋，其實都要相信自己，俾自己多啲嘅肯定，相信我哋自己咧可以做得好好。多謝各位。主席、評判在座各位，首先我謹代表我方嶺南大學咧，代表多謝三位評判啦，撥冗抽時間咧出席為我哋擔任評分嘅工作。跟住咧亦都想多謝友方啦，樹仁大學嘅同學呢幾日咧以嚟悉心嘅準備，為我哋同我哋一齊咧切磋辯技。最後咧都好想多謝教育學院嘅同學啦，為我哋準備舒適嘅場地，等我哋可以安心作賽。咁今日咧其實係我喺大學入邊嘅第一場辯論比賽，好多謝一班老貴啦、隊員啦同埋莊員咧都俾好多支持同埋幫助我哋，咁都希望我今日可以發揮到我最好嘅水準，為大家帶嚟一場精彩嘅辯論比賽。多謝。是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預防勝於治療，相信都係老生常談，大家都聽過。不過可惜咧，呢個禮拜因為忙於準備作賽咧，就冇做好預防措施，令到咧自己都病咗，把聲都沙沙地。咁希望我嘅經歷咧，可以提醒翻大家啦，要小心預防好。尤其是而家最近秋風起，希望大家可以做出預防措施，小心身體。多謝大家。在座各位大家好，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咧，真係覺得時間真係覺得好快。暑假先啱啱完咗冇幾耐咧，話咁快嚟到中秋嘅前夕啦。正所謂每逢佳節肥3斤，唔係每逢佳節倍思親。希望大家喺陪伴住家人朋友一齊團聚嘅時候，亦都有注意飲食，唔好暴飲暴食，注重健康。在此我喺度預祝大家中秋愉快，多謝。是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其實唔單止我方一副咧就病咗，咁話說呢排秋風氣咧，我咧都患咗呢個氣管敏感，所以等可能辯論比賽咧，我可能會咳兩下咁樣，但係大家唔好見怪，因為氣管敏感咧係唔會傳染嘅。同時希望在座各位咧，依排轉季啦，可以着多2件衫，保重身體。多謝各位。是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今日對我嚟講，絕對係歷史性嘅一日，因為我第一次代表一間學校打出一場辯論比賽。唔知今日會唔會成為我人生中另一個黑歷史呢？但係唔知無論點都好，我都會全力以赴。多謝。是咪？在座各位大家好，其實咧我就打辯論1年㗎啦。咁回想翻起我第一場打嘅辯論比賽啦，其實我又係反方啦，而且對方又係樹仁大學，場地亦都係教學院啦。
咁我希望今日咧可以打一場精彩辯論比賽啦，亦都可以睇翻1年前嘅比賽嘅片段，可以對比翻睇下我成長咗幾多。我亦都好希望可以喺辯論呢條路繼續努力咁行落去。多謝各位。試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咁頭先咧，反方嘅一副咧都有同我哋講到咧話中秋節。其實咧中秋節對我嚟講咧都好特別嘅。唔知大家喺星期六日咧呢排中秋節會去邊度咧？可能會去下啟德花園啊，或者可能會去下其他地方賞月。但係對我嚟講咧，我淨係會去尖沙咀海旁。因為喺中學嘅時期咧，我同我啲朋友咧都會相約喺嗰度咧傾偈賞月，好似咧就係咧我哋一個獨有嘅友誼、獨有嘅時光咁樣。雖然咧中學完咗畢咗業，我哋都各散東西，但係咧我哋仍然咧喺中秋節嗰陣時會講一句老地方見，而咧我哋咧亦都會不謀而合咁樣咧去到嗰度，大家咧都會重聚。希望雖然咧中學畢業咧已經畢咗業啦，但係咧我哋喺大學咧仍然可以維持呢一份友誼。我都相信咧呢一份友誼可以繼續長存落去。多謝各位。10年馬頭圍道舊樓業主將一層一個嘅單位劏成4個。加重主力牆嘅負荷，引致樓宇倒塌，4人死亡。而11年馬頭圍道3級大火，劏房阻塞走火通道，4死9傷。以上呢啲意外只係冰山一角。主席、評判、在座各位，香港市民嘅住屋需求每年都增加。根據房屋處12年起公屋申請每年上升1成，15年更加突破28萬宗申請。但特首梁振英就話，佢嘅5年任期內平均每年只能夠起15000個單位，根本就應付唔到市民需求。輪候公屋多年嘅市民就好似楊先生一家咁，負擔唔起租住單位嘅費用，唯有住牛池灣嘅劏房，一家5口逼喺同一張碌架床。同時亦都有單身人士，一啲唔符合資格申請公屋但租唔起樓嘅夾心階層人士，都對劏房有所需求。所以劏房就好似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長黃良昇所講，可以快速增加供應，解決大量同急切嘅住屋需要，存在係有必要。而統計處都指14年香港有大約有86400間劏房，但現時香港嘅劏房樓宇結構同消防安全都出現問題，意外頻生。而政府處理劏房安全問題時，亦都往往涉及多個部門，權力分散。冇一個專責小組針對劏房，令到行政效率低，同時亦都唔可以有系統咁歸納劏房數據，難以杜絕災難發生。而為咗解決劏房安全問題，我方倡議下個財政年度設立劏房發牌制度，喺民政事務處轄下嘅牌照事務處成立專責小組，以現有嘅建築安全條例同消防條例審查劏房安全情況，合格就會發牌。牌照需要每年更新，喺定期同突擊檢查時發現劏房規格唔合標準，會俾3個月寬限期。進行工程清除非法嘅部分，其後再犯就會檢控，最高會罰20萬、監禁2年，而有牌者將會永久釘牌。受影響嘅住戶會安置喺中轉屋，而目前香港已經有3棟分別喺元朗、屯門、葵青區，亦都可以將來增設喺深水埗區。長策會更加表示可以改建啟德體育城。其實根據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政府係有責任保障市民獲得基本嘅住屋條件，包括符合安全條件嘅居住環境。由於現時冇一個系統咁規管劏房，令政府執法困難，劏房出現好多嘅問題。而發牌之後，正可以令政府有效率同長遠咁保障劏房戶嘅基本住屋。而今日衡量辯題標準係，當發牌制度能夠長遠咁保障市民住屋安全，辯題理應成立並帶嚟以下利處。對住客而言，保障人身安全。以往政府缺乏專責小組處理劏房事務。香港地產行政師學會會長鄺正偉指，劏房意外牽涉唔同政府部門，需要成立小組提升執法效率同加強合作。發牌之後，小組將會匯集各部門人才，檢查劏房，確保符合規格，市民住得安心。其次，對政府嚟講，制定長遠政策。現時香港有好多隱蔽劏房，深水埗區議員鄭永信話，目前屋宇署巡查唔足以令到香港嘅政府了解劏房真實情況。而發牌之後，政府了解到真實情況，亦有獨立小組歸納數據，為有需要人士
例如係低收入家庭、單身人士、夾心階層提供合適房屋同完善配套。最後想問有方同學，今日劏房應唔應該存在呢？如果應該，咁點樣解決劏房入邊存在嘅安全問題呢？多謝各位。主席、評判在座各位，聽完有方同學咧嘅演辭，佢哋不停咧喺度講發牌制度有幾好啦，但係咧佢哋從來咧都冇同我哋講過咧發牌制度實施嘅時間到底實際係要幾多時間嚟到去實行啦？佢哋咁當中你要知道劏房戶實際嘅數量，當中要涉及幾多個資源、人手分配要點樣做咧？佢哋今日完全冇同我哋講過，就話要實行啦。根據有方嘅主辯所講啦，今日嘅發牌制度咧，佢哋嘅建議就係提供3個月嘅寬限期。俾一班劏房嘅業主，換言之，即係發牌制度其實係等班劏房業主自己去拎牌啦。咁到底點樣確保佢哋會自己拎牌呢？有邊度會有業主願意自己去揼錢出嚟去改建去拎牌呢？再根據有方嘅方案啦，佢哋又話啦，發牌制度咧將會喺3個月後加強執法，強制班劏房業主咧令到佢哋要符合規格，唔係咧就檢控佢哋。咁但係今日我哋連確實要揾幾多戶劏房戶咧都有難度。咁到底可以點樣加強執法呢？有方同學，在座各位，現時香港房屋供不應求，社會上嘅夾心階層亦都冇能力負擔房屋嘅租金，令到危險、衞生又惡劣嘅劏房成為佢哋唯一嘅選擇。根據聯合國嘅適當住屋權，合格嘅居住環境應該符合7個標準，當中包括租金負擔能力、基本設施供應、適合居住程度等等。然而，劏房喺所有準則之上都唔達標準。咁試問今日劏房仲係咪一個合理嘅安身之所呢？要審視今日嘅辯題成立與否，就要視乎引入發牌制度能否有效咁樣解決劏房嘅問題，以及制度會否帶嚟反效果。我方認為今日辯題理應不成立，原因有二。第一，發牌制度推高劏房租金，令到基層生活百上加斤。安全、衞生、擠迫，乃係劏房3大問題，人所共知。但係點解仍然會有人屈膝於此呢？佢哋不過係想有一個安樂窩。可惜因為貧窮，要被迫向現實低頭。而今日發個牌俾劏房，就必然會令到租金上升，將呢班市民推向絕路。正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所講，規管劏房之後，業主將會進行改建工程，成本增加，只會將成本轉嫁俾租戶，而租金上升，只會令班劏房戶生活百上加斤。再者，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黃國興曾經指出，若然落實發牌制度，有牌劏房業主只會坐地起價，而冇牌嘅無良業主見租金有升幅嘅空間，亦會自然咁順帶提升租金，最終受害嘅亦只係一班劏房戶。第二，藥石亂投無助解決問題。法律並唔能夠構成足夠嘅阻嚇力，令到班劏房業主遵守，因為現時絕大部分嘅劏房本身已經就係違法，例如觸犯咗建築物條例，但係劏房業主仍然甘願冒住犯法嘅風險經營劏房，就證明劏房業主以利益為首要考慮，而改建劏房成本高昂，業主根本就冇動機滿足發牌要求。例如09年樓宇維修統籌計劃入邊，向深水埗9棟大廈發出清拆令，至到2013年就要6棟大廈仍然係未履行清拆令。正如屋宇署助理處長許兆偉咁講，巡查48棟目標樓宇當中，85%嘅單位拒絕接受調查。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今日亦都表示，要舉證劏房十分困難，可見執法根本就係困難重重。如果今日連執法都做唔到嘅時候，成效又從何談起呢？況且劏房問題迫在眉睫，不過引入發牌制度就需時甚久，過往已有先例可循㗎啦。籠屋發牌制度嘅推行過程總共耗時11年，淨係調查嘅背景就已經用咗3年，前後足足用咗10年先至發到牌。咁發牌制度係咪真係有助舒緩劏房問題呢？要真正解決問題，唔係藥石亂投，而係做好長遠房屋規劃，例如加快推動興建公屋，方為治本之法。多謝各位。主席、評判在座各位，今日有方嘅立論係好奇怪㗎。佢話今日擔心成效，例如人手資源唔知點樣加，擔心時間性要推行好長，所以咧今日就唔應該行發牌啦。但係咁今日係咪所有嘅法例都唔應該立呢？因為我哋都唔會知道個成效係點樣，唔知道嘅推行時間係點樣嘅時候，今日係咪應該取消晒所有嘅推行新嘅法例呢？
今日有方又話擔心劏房唔符合生活質素啦。嗱，我方認同㗎，非法劏房現時係存有好多嘅生活質素問題，因此我哋方先倡議今日應該要推行一個發牌制度，作出一個管制啊嘛。嗱，所以我哋想問有方同學啦，點解今日行咗發牌制度之後，保障翻佢嘅安全質素嘅時候，唔係改善緊佢嘅生活質素呢？如果今日我哋所講嘅生活質素可以改善到嘅時候，今日有方同學係咪有同意劏房係應該存在呢？有方又話擔心行咗發牌制度之後，租金必然上升。但今日究竟8萬多戶嘅劏房有幾多係非法，而非法嘅有幾多唔會轉做合法？劏房嘅供應會跌咗幾多？而租金點解會因此上升，甚至咪必然上升？有方通通都冇論證過㗎。再者，其實喺今日法例之下呢，非法劏房都係會被打擊。並且會同樣租金都會並且同樣上升。想問有方啦，今日係咪唔應該去加強執法，定係今日按呢一個現行嘅法例去加強執法，就唔會令租金上升？但行咗呢個發牌制度之後，去執法就會令到租金上升呢？請有方同我解釋清楚啦。而有方又話咧，今日咧我哋係應該要審視一個長遠制度嘅長遠嘅房屋發展，因此咧今日唔應該起劏房，應該起公屋或者起其他嘅措施。嗱，但係我方就唔明白啦。今日假如行咗發牌制度之後，所有嘅劏房都係一個合法咁樣去處理，佢嘅安全性係得到確保嘅時候，點解今日有方執意一定要用其他嘅房屋去取代翻呢一個劏房呢？今日我哋見到可能有其他人，譬如可能一啲夾心階層、一啲單身人士係需要需要劏房嘅時候，點解今日有方同學要執意去剝削佢哋嘅選擇權利呢？今日我方問過有方同學㗎，我方仲要問過有方同學，劏房嘅安全性重唔重要？有方同學唔敢承認，亦都唔敢正視佢而家嘅安全性有幾咁嚴重。我方見到其實今日劏房嘅安全問題係好多種類，例如有電線負荷過重，引致火災；打破主力牆，引致樓宇倒塌等等。而現時規管嘅部門好分散，唔能夠全面而且一次性咁樣檢查晒劏房裏邊可能存在嘅安全問題。因此今日即使加強執法啦，亦都唔能夠統一咁樣查核晒所有劏房可以存在嘅危機，為劏房嘅居民埋下咗隱憂。相反，推行發牌制度可以由牌照事務處組織房屋架構、消防設備嘅專家作一個小組，一次過咁樣審核晒劏房所有嘅問題，避免部門溝通出現混亂，唔會遺漏咗任何一個法例。更加重要嘅係執法小組除咗整合精英，更加有能力審查同埋票控，令到執法更加容易。就好似旅館實施牌照發牌制度一樣，喺發牌制度之前，旅館只能夠打擊2000多宗嘅不法旅館，但我哋見到喺13年之後行咗發牌制度之後，可以打擊到9889宗，足足上升咗4倍，成功檢控嘅有170多宗，能夠更加有效打擊。可見行咗發牌制度之後係能夠更加有效打擊非法嘅劏房。再者，有如前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指出，喺行咗呢個發牌制度之後，能夠累積佢哋嘅措施，累積翻個案，可以成立一個資料庫，方便日後作一個檢查。最後想問有方同學，合法劏房既然係符合安全性，對市民無害，點解今日唔可以保留佢對為香港長遠發展做一個香港長遠房屋發展嘅其中一部分？多謝大家。評判主席在座各位大家好。講到尾，有方妥得最終極嘅立場就係覺得劏房係會應該永久存在，政府亦都應該要俾空間去存在。但事實上又係咪真係咁樣呢？我方主辯嗰個其實根據聯合國嘅公約裏面咧，劏房絕大多數係本身已經唔符合㗎啦。連局長張炳良都曾經講過，劏房嘅出現係香港社會嘅悲歌。到底呢個時候有方同學又有乜嘢理由去為劏房塗脂抹粉呢？今日有方同學咧論證辯題好犀利㗎，佢哋同我哋講不要問，只要信，有成效啊！一定有成效嘅。點解有成效呢？我方主辯問過你，點解啲劏房會自己主動去攞牌？有方同學咧就話，我哋成立一個專責小組去捉佢哋出嚟，咁佢哋咪會去做咯。問題就係有方同學成立專責小組同埋發牌之間點解有一個必然關係呢？成立一個專責小組其實根本就冇需要有個牌照制度喎。其實有方同學哋所講嘅成個專責小組同樣都係要求要消防處要去其他處各部門去配合嘅時候，咁樣又同而家佢哋各自去配合又有乜嘢嘅根本上嘅分別呢？有方同學咧又話，喂，唔可以話有人唔做，所以咧呢條法例就唔應該存在嘅。問題係有方同學自己都識講啦。
碼頭圍大火嗰啲事件係已經迫在眉睫。有方同學發牌要幾耐呢？完全冇交代過㗎。但係政府其實一早就已經有長遠嘅房屋規劃嚟舒緩劏房嘅需求，令到劏房喺長遠嘅時候係可以自然消失。咁今日有方同學又點解覺得劏房係會永久係需要長在？而你哋對呢啲迫切性嘅問題又點樣解決得到呢？其實今日呢，我哋用3個字就可以歸納到有方同學嘅方案㗎啦，就係快、狠、準。快，不過成效就做唔到快㗎啦。150間農屋，當年都用咗11年時間先發到牌。今日你推行社會爭議更加大，執行更加難，數目多達8萬幾間嘅劏房嘅時候，隨時用上幾倍嘅時間到做出嚟。政府嘅長遠10年嘅47萬房出到嚟嘅時候，劏房一早已經被市場自然淘汰，根本就做唔到成效。不過今日有方同學都做到快嘅，就係加租快。劏房啲市場反應快，啲業主加租快就人所共知啦。你今日講個牌照出嚟，隨時有啲劏房見，哇！未來冇機會做啊，咁我不如而家加進啲先啦，做埋最後一個營業啦。咁樣隨時劏房租戶隨時面對即時嘅租金壓力，但係我哋所謂見到有方同學所講嘅發牌規管就仍然遙遙無期，未見其利就已經先見其害。第二，有方同學就狠，不過有方今日同學咧就對啲劏房住戶狠。有方同學嘅理想好美滿嘅，佢話人命梗係緊要過錢啦。問題就係如果你真係用錢就可以換得嚟安全，咁我就梗係冇所謂啦。問題就係回歸翻現實，你既然住得劏房嘅本身就已經係面對住經濟困難，租金上升對你嚟講隨時已經係壓垮你最後一根稻草。住到仲算安全嘅劏房住戶，隨時被逼佢搬去一啲唔安全嘅劏房。住到本身惡劣劏房，隨時連劏房都冇得住。有方同學論證唔到成效嘅時候，租金壓力上升，有方同學又論證唔到，咁今日又點過得去呢？第三，有方同學準，但係準咧就準啲本身已經安全嘅劏房嘅。係，有方同學講得好好㗎，我哋知道邊間劏房安全，咁有咩用呢？安全嘅劏房數目其實都唔會上升好多時候。我知道佢安全，原來佢已經有人住緊嘅時候，唔通啦？我係咪知道佢安全就叫喂，不如你搬出嚟俾我住啦？我而家我好唔安全啊！其實你而家做完個牌照制度之後，啲劏房業主根本就冇動機自己改嘅時候，安全嘅數目同唔安全數目根本就冇大幅冇去調整嘅時候，其實我知道佢安全，其實根本上都冇用啦。其實我哋以農屋做翻例子啊，根據香港社區組織協會預計咧，其實香港而家仲有5、6千個人仲住緊農屋嘅。但香港有牌農屋幾多間？10間。哇！唔通一間農屋擠住到5、600人？事實上係大部分農屋見到，就算有個牌照制度喺度啊，我都唔會選擇去改善或者停止經營，而喺黑市裏面繼續存在。今日同樣存在住大量非法經營嘅劏房，亦都只會好似農屋咁樣發咗牌我都唔理你啦。再加上劏房比農屋執法更加困難，連林鄭月娥都曾經講過話，劏房係好難舉證。發牌到最終原來本身安全嘅我就繼續準落去，唔安全嘅我乜都做唔到。咁今日又係咪針對咗問題嘅症結所在呢？今日有方同學安全性，麻煩論證清楚論證下，到底點樣可以改善得到？唔好再用安全教士一套啦。連帶住租金嘅上升問題，亦都麻煩有方同學正面回答。今日有方同學陷住會水深火熱之中，又係咪今次今日辯題絕不成立？多謝。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其實有方同學今日好矛盾嘅，佢一方面主辯就同我哋講話，喂，夾心階層咧。劏房係唯一佢哋嘅住屋居所，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又同我哋講話劏房係唔應該存在嘅。咁班夾心階層，咁佢哋點算咧？有方同學有冇同我哋解釋到？即係有方同學同我哋講話，喂，依家劏房唔應該存在嘅原因咧，係因為唔符合生活質素，覺得劏房嘅環境係有問題。咁但係有方同學又冇同我哋講話，究竟乜嘢先叫做符合生活素質咧？究竟個劏房係要幾大？要4個人住200尺啊，4個人住2000尺啊，定4個人住2萬尺？究竟點樣先至叫做符合生活素質呢？有班同學有冇同我哋解釋到嘅？其實政府依家發咗牌俾劏房，點解啲劏房仲係唔適合人住呢？政府將一樣嘢合法發牌俾劏房，理所當然係會考慮呢啲咁嘅問題啦。依家既然政府都發咗牌俾劏房啦，嗰啲生活素質啊、安全問題啊，其實已經得到保障啦。有方同學其實仲擔心緊啲乜嘢呢？點解劏房又唔應該存在呢？其實有方同學今日唔明白劏房存在嘅必要性。其實政府統計處同我哋講話，多過半數嘅市民咧，就佢哋係夾心階層啦。咁佢哋咧就好啦，即係一方面咧就攞唔到公屋，另外一方面咧就對私樓嘅單位可能租金負擔係有問題，所以佢哋先焗住要去住呢啲劏房。咁其實劏房已經有個存在嘅必要性，而且對另外一班人嚟講，就例如一啲啱啱講過話，政府統計處發現有40%嘅人咧住劏房嘅原因係因為覺得可以方便翻工翻學。咁其實已經證明到劏房已經係有存在嘅必要性。之後有方同學又同我哋講話，喂，依家法律冇用喎，依家既然有條例喺度，但係都仲有好多非法
非法嘅劏房。咁有方同學我啊覺得好奇怪，如果真係冇用嘅話，如果啲法例真係冇用嘅話，咁係咪應該將所有法例全部剷晒？因為已經保障唔到依家劏房係一定係安全。咁呢啲法律又係咪應該要存在呢？有方同學你又點樣解釋呢？之後有方同學又同我哋講話，喂，搞完呢個發牌制度之後呢，租金呢就會上升，咁啲人呢就可能負擔唔到，亦都有可能冇地方住。咁但係有方同學由開變到依家都冇同我哋講話搞完呢個發牌制度，租金會升咗幾多？咁有方同學冇同我哋講過。升1蚊又係升，升2蚊又係升，到底升1蚊、升2蚊，啲人係咪會負擔唔到呢？有方同學冇同我哋講過啊，之後有方同學又同我哋講話，喂，與其真係要解決劏房住戶嘅住屋問題，咁不如直接起公屋啦。但係個問題係，政府冇可能喺短短1-2個月之內起到咁多公屋，解決咁多劏房戶嘅問題。依家我哋香港社會依家總共有86,400個劏房，當中可能有174000人係劏房嘅住戶，到底政府有冇可能喺短1-2個月之內起到咁多公屋去安置翻呢班劏房住戶呢？有方同學，所以今日有方同學係天馬行空嘅。之後其實主席評判在座各位，今日香港地少人多，政府係要喺呢個彈丸之地解決全港700萬人嘅住屋需求呢，需要嘅係一個長遠嘅房屋政策。而引入呢個發牌制度呢，唔單止可以確保到劏房嘅安全，更加可以建立一個劏房嘅資料庫，令到政府可以了解現時劏房嘅數量，了解依家低下階層住喺劏房嘅苦況，當中又會有幾多人苦苦咁等候緊公屋，而從而進一步了解香港市民現時真正嘅住屋情況。咁樣做，政府先可以知道佢哋依家最需要嘅係解決邊一班人，到底佢哋要為佢哋起幾多層樓，點樣改善入公屋嘅需求，點樣可以令到劏房嘅人住得更加安全、更加舒適，從而去制定一個長遠嘅房屋政策。其實香港人都只不過係想要一個屬於自己嘅家。咁點解政府就唔應該引入發牌制度，去確保市民有一個安全、安穩、舒適嘅家呢？多謝各位。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同學提出咗好多疑問啦，但係首先我又想問下有方同學一個問題啦：劏房其實係咪真係一個理想居住環境呢？其實有方同學一直都自相矛盾嘅喎，佢哋又話唔發牌嘅話，唔俾市民分清楚邊啲係合法唔合法嘅劏房，淨係推出呢個長遠嘅房屋供應，只會係變相咁剝奪咗呢個基層市民住劏房嘅選擇權利。但之後又要話市民其實都只不過係焗住，因為冇揀唔到其他樓，先要上嗰個劏房。其實有方同學，你哋嘅邏輯會唔會混亂咗少少呢？其次，有方同學一直都論證唔到，既然你哋都會講到劏房問題有幾咁迫切，又話碼頭圍道冧樓，又話花園街大火，你都承認咗劏房有咁多嘅迫切問題，但係你哋嘅發牌制度動輒起碼10年先至推行到，咁短期內你哋係咪嘅方案根本就解決唔到迫切嘅問題？咁點解仲要推行呢？其實有方同學，我哋今日反對辯題並唔係話因為我哋涼薄，而係因為我哋有良心，因為我哋知道呢個方案唔單止解決唔到現有嘅問題，甚至係會令到現存嘅房屋問題變得更加嚴重。有方同學一直都冇辦法論證發牌制度如何解決短期內有迫切性嘅安全問題。其實有方同學，你哋係咪以為只要派咗張紙俾劏房業主就等於解決晒所有問題呢？我哋都知道劏房問題迫在眉睫，但係正因為咁，所以發牌制度就更加唔應該存在。長遠嚟講，加快落成過渡性房屋以及公私營房屋，回應市民嘅房屋訴求，先至係最有效嘅措施。其次，劏房發牌制度無助改善劏房及安全及環境問題。作現時嚟講，大部分嘅劏房都均為非法，要將非法嘅劏房改造成合法嘅劏房，需要嘅工程費用龐大，耗時甚長。而且作為以利益為上嘅劏房業主，點會放棄眼前嘅利益呢？目前一個劏房業主可能將佢單位劏1劏10，甚至1劏20，每個租戶起碼交幾千蚊。咁有方同學又認為有啲咩誘因可以導致呢班業主去從良，主動去自己付出呢個成本去改建自己嘅單位，由1劏10變成1劏3，每個月賺少幾萬蚊嘅利潤呢？而且我方亦都十分之認同基層市民嘅居住環境質素係要有所提升，但係發牌制度係冇可能做到以上所講嘅嘢。有方同學嘅理想之中，業主係會喺零成本轉嫁嘅情況之下，主動劏翻大間房。但係有方同學又有冇計清楚條數？到底供應少咗、需求不變嘅時候，租金點樣先至唔會升呢？同埋本身住緊劏房嘅住戶係憑空消失咗，定係流落至籠屋甚至更差嘅居住環境呢？
講穿咗，有方同學今日根本就冇深思過發牌制度同埋劏房嘅本質，達唔到原意同埋目的之外，甚至令到基層住屋問題雪上加霜。發牌制度一旦實施，短期內租金勢必上升。現時劏房租金已佔租戶收入足足40%。當政府一聲令下發牌，劏房點會唔以此為契機，劏到盡加盡租呢？發牌甚至要10幾年之後先推行到喎，方案差，反應慢，弊病多。點解有方同學仲要堅持為發牌制度保駕護航呢？正因為收入低微，市民迫於無奈，先至屈居喺環境惡劣但有寸金尺土嘅劏房之內。假使推咗牌之後，租金上升，升斗市民請問又如何先負擔得到好高昂嘅租金呢？今日有方同學滿心以為有個牌就可以改善晒所有嘅住屋問題，但實際上只不過係將基層市民趕入絕路，甚至令佢哋無家可歸。其實要解決房屋問題，長遠政策先至係正本清源嘅方法，加快落成公屋及居屋單位，令到劏房戶盡快上樓，有一個安全又價格合理嘅容身之所，而唔係好似有方同學咁捉錯用神，令到社會悲劇繼續上演。而當原本嘅劏房戶已經有更好嘅住所時，劏房冇需求就自然會被市場淘汰，發牌根本就毫無意義。因此今日辯題絕不成立。多謝各位。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其實今日有方嘅立場好矛盾㗎。佢一方面同我哋講話發牌制度唔會有成效，但另一方面又話租金會上升。其實今日點解租金會上升呢？都一切源於業主願意將本來唔合法嘅劏房，例如消防門、消防牆等等，佢哋願意花錢去改裝、去加建翻呢啲合乎資格嘅設備，先會有機會將呢啲所謂嘅成本轉嫁俾租戶。最後想請問有方同學啦，究竟你哋今日嘅立場係有冇成效呢？如果冇嘅話，你哋嘅弊處係點成立呢？如果有嘅話，咁究竟係咪租金上升比人命更加重要呢？多謝各位。在座各位大家好，今日有方同學問我哋，喂，冇成效租金點解會上升啊？其實首先變成咗，如果有方想要成效租金就要上升先。但有方同學有冇聽清楚？其實我喺我自己個位置嘅時候已經講過，就算你係做你個牌未出到嚟嘅時候，啲租戶、啲業主見到你話要有個發牌制度嘅時候，佢哋已經係佢哋見到將來可能要轉去更加隱蔽嘅地方去做嘅時候，佢哋見到呢個機會嘅時候增加租金上升。有方同學咪覺得佢哋連非法去，佢哋寧願非法都係想增加更加多利潤嘅時候，有一個咁合理嘅情況就係佢哋唔會增加租金咧。另一方面咧，然之後又將安全同錢擺翻喺一個衡量嘅天平上面啦。冇錯，安全的確比錢更加重要。另一方同學，你覺得所謂改善到安全改善唔到嘅時候，租金上升咗，佢哋連住都住唔到嘅時候，就算係真係安全咗啊，退一步同你講，你都係改善唔到嘅時候，有方同學呢個衡量又係咪真係合理咧？多謝各位。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嗱，今日有方同學送咗個有毒嘅象牙塔俾我哋，佢哋話咩咧？佢哋話咧，佢嘅方案好理想，下個財政年度咧就要推出發牌制度啦，因為安全問題佢哋覺得要即時解決。先唔講點解由政府嚟做咧，安全問題能夠即刻解決。我哋今日有我方今日指出農屋要做11年，而長策會委員黃遠輝都話俾我哋知，落實發牌制度要先統一標準，例如係劏房嘅面積、防火標準等等嘅細節，草擬需時，再加上社會欠缺共識，統一再通過咧，至少都需要幾年。嗱，今日發牌做唔到有方同學要嘅即時成效，而租金問題就確實直接即時咁樣影響住戶嘅生活。點解有方同學如果你講唔出所有標準，點樣快、點樣有效、點樣即時？點解有方同學要做一個冇效而有害嘅制度，俾呢一粒毒藥劏房戶食呢？多謝各位。主席評判在座各位，首先好高興啦，其實有方同學已經承認咗咧發牌制度係有效噶啦，因為咧佢哋今日話聽到呢個發牌制度之後咧，啲業主就會即刻去加租金，即係證明咗其實今日嘅發牌制度係有阻嚇性，而業主係會即刻去做嘅。咁有方同學又擔心話今日咧所有嘅問題唔可以即時解決喎，咁但係我哋見到其實而家都可以加強喺未落實法例之前，我哋都可以加強執法啦，用其他方法去解決住先。同埋我想問翻有方同學啦，如果嗰啲問題今日所有嘅牌照都唔可以即時解決、即時落實嘅時候，今日係咪應該唔好落實任何嘅條例，唔好落實任何嘅發牌制度咧？而有方同學又話啦，今日嘅標準咧，全部都要傾好耐㗎，唔知可以幾時先傾好。但我方見到咧，其實而家嘅已經有晒所有嘅消防條例啦，有晒嘅所有房屋條例啦，唔明白有方同學擔心啲乜嘢？再有方同學又話驚嗰啲租金會上升，係啊，今日租金係可能會上升嘅，但問題有方同學今日租金係唔可以嚟嘅喺人嘅安全之上。多謝大家。主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啱啱我方台上嘅辯員咧就問過友方，究竟而家呢劏房嘅安全問題點解決？友方同學就同我哋講咧，就係話要用一個長期嘅措施起公屋去解決。但我哋睇翻咧，而家2015年嘅數字咧，已經喺公屋輪候冊上面有28萬戶嘅人排緊隊。根據特首同我哋講咧，每年平均起1.5萬個公屋單位嘅話，足足至少要20年先起好，仲未計2015年之後陸續會有啲新嘅人再入去嗰條隊度喎。咁我哋睇翻啦，啱啱有方同學台下先同我哋講話，原來我哋嘅發牌制度只需要幾年就做得好嘅時候，想問有方同學啦，你點樣起公屋可以起得快過我哋嘅發牌制度呢？多謝各位。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首先，我方同學第一件事出嚟認咗嘅就係呢啲安全問題的確唔可以即時解決㗎。我方頭先已經講過話，呢啲嘅社會冇共識，其實都要傾翻3-4年，仲未計開始去推行呢啲嘅發牌制度。我哋已經用咗農屋嘅例子去講，發牌制度係需要上10幾年嘅時間先能夠做到，咁樣啲即時性問題咪解決唔到咯？咁有方同學仲提出嚟做咩呢？而且政府會不斷加快推動興建公屋，已經係治本之法啦。13年嚟，呢個長遠房屋規督導委員會就已經提出喺未來10年建屋計劃會係目標係47萬，依家現時劏房住戶只有25萬，就算再加埋喺度排緊隊嘅公屋住戶，亦都足夠應付呢個嘅需求。房屋供應大增，咁劏房到時被市場自然淘汰，到時先引牌照先入到，咁作用喺邊度呢？多謝各位。在座各位，今日有方同學哋講話咧，引入咗發牌制度可以改善到安全問題，所以就應該引入發牌制度。但係係咪真係改善得到安全問題呢？今日有方同學咧完全論證唔到執法嘅成效。我方主辯一副問過佢，有咩誘因令到業主會自首呢？有方同學冇答到。就連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咧都承認咗劏房要執法係非常之困難。有方同學執法都執唔到，成效點會彰顯得到呢？再者，根據理大建築及房地產學系教授許志文表示，發牌後咧市場極有可能會出現黑市劏房，到時咧規管問題只會更加困難，令到劏房更加危險，到時只係安全做唔到，反效果達到啦。最後想問下方同學，令到劏房安全問題咧，因為呢個黑市出現更加嚴重、更加危險，但係執法又執唔到，係咪就係發牌嘅最終目的呢？多謝各位。主席、評判、在座各位，首先好多謝有方同學台下發問。有方同學咧問我哋點樣可以執到法？係咪一執法困難咧就唔應該做咧？有方同學首先咧，我方主辯已經提出過會有罰則，會最高監禁2年同埋罰款20萬，仲會永久釘牌。呢啲咪就係可以有阻嚇力，令到佢哋唔會夠膽唔申請牌照咯。跟住有方同學咧就再問我哋啦，話會有黑市嘅喎，咁唔通會有黑市？咁呢啲唔通又係我方想樂見得到嘅咩？有方同學今日嘅邏輯就係咧，原來有法例底下咧有黑市咧就唔應該存在。咁今日係咪所有條例咧都唔應該存在咧？更何況今日劏房咧嘅執法咧有專責小組可以執到法，可以更有系統、更方便咁樣了解到劏房嘅情況、劏房嘅非法問題。執到法之餘，又唔會造成有方同學所講唔會願意去自動申請個牌照嘅時候，唔明白有方同學擔心呢啲乜嘢？多謝各位。主席、評判在各位，今日有方同學話劏房唔符合生活素質，所以就唔應該容許佢嘅存在。但係劏房係咪真係冇存在價值呢？就以月入2萬喺港島工作嘅麥高為例，由於工作繁忙、日夜顛倒，所以佢想喺銅鑼灣租住單位以方便工作。但係同區一個600尺嘅舊式大廈單位就要月租16000蚊，佢根本唔需要咁大間屋，所以佢選擇用8000蚊租住劏房。唔單止慳咗交通費，更加可以把握到睡眠時間。可以見到劏房無論對於低下同夾心階層嘅單身人士，都係會提供多一個選擇嘅。咁而今日政府統計處嘅調查指出，有30%嘅劏房戶滿意自己嘅居住環境。咁最後想問有方同學，如果劏房冇存在價值，要完全取締，咁啊生可以住邊呢？多謝各位。今日有方同學咧就同我哋講咧話劏房嘅存在價值到底係乜嘢啦？有方同學咧就講到啦，話其實有啲劏房戶咧係因為交通方便咧先至住喺嗰度。咁但係講到尾咧，其實佢哋要揀係住喺嗰啲地方咧，講到尾都係因為嗰啲劏房樓價太高啦，所以咧佢哋根本就負擔唔到啦。而且咧有方同學就質疑啦，就話劏房今日係咪真係冇存在價值咧？根據聯合國啦，其實咧聯合國嘅居住權嗰度其實講到明㗎，就係話咧佢。今日嘅劏房咧，佢哋嘅適合居住程度咁樣講啦。以香港為例啦，就係長沙灣花園街同埋碼頭圍道嘅劏房啦，其實危機四伏，天台屋咧亦都要面對一啲日曬雨淋嘅情況啦。其實呢一啲嘅都唔符合呢個聯合國嘅
一個安全嘅房屋嘅標準啦。咁點解今日你仲同我哋講話劏房係有存在嘅意義、有存在嘅價值呢？多謝各位。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好多謝有方同學已經承認咗，依家政府每年起15000個單位係唔足以應付依家市場嘅需求啦。之後有方同學同我哋講話，喂，10年入邊政府承諾咗會起47萬個公私營單位。首先，有方同學所講嘅夾心階層，究竟俾唔俾得起呢啲公私營單位嘅租金呢？有方同學你有冇同我哋解釋到？第二，有方同學同我哋講話，喂，起10年之後會有47萬個單位喎，但係問題就係喺嗰10年入邊，到底係啲人係咪政府係咪唔需要理會住喺劏房入邊嗰啲人嘅安全呢？咁呢10年入邊係咪劏房嘅租戶可以俾佢哋住喺一啲咁危險、會冧樓、會着火嘅單位入邊呢？政府係咪究竟唔需要理會呢10年嘅安全呢？多謝各位。有方話咧執法冇用，令租金上升，係咪所有法例都應該取消呢？有方同學你答咗我先，今日發牌制度到底要等幾耐？要整幾耐呢？有方同學，不如你答翻我先，究竟租金會上升幾多？你嘅推論係點樣嚟？有個同學連要做幾耐都論證唔到，就同你講10年係咪唔需要你哋安全？但係原來有方同學做呢個牌照取消多過10幾年嘅時候，有方同學點論證到今日變態呢？有方同學同我，你哋都識得講話農屋已經要起，農屋搞咗11年，咁點解我哋之後會搞得更加耐呢？點解唔會搞得更加快呢？已經有以往嘅經驗啦喎。就係因為單位更加多，當初農屋得150個，但係經都搞11年，但係呢家8萬幾個單位，有方同學點論證可以快啲呢？有方同學，你頭先嘅台下發問已經親口承認咗係會搞幾年嘅啫喎，點解會有10幾年嘅存在？搞幾年係處理完社會共識，仲未開始推行啊！有方同學。咁有方同學嘅立論係，如果咧今日要搞得耐嘅話咧，就唔應該立法例啦。咁想問有方同學，應唔應該保障翻劏房居民嘅安全？問題搞得嚟，原來政府已經推出晒所有嗰啲單位嘅時候，佢哋已經係唔需要再揀劏房嘅時候，有方同學點論證成效啊？有方同學，不如你答翻我先，劏房應唔應該存在？劏房當然唔應該存在啦。我問翻你先，有方同學一次又一次咁承認租金會上升，即係係咪嫌上升唔夠多呢？嗱，有方同學咧已經承認咗咧，唔係有方同學話咧劏房唔應該存在喎，但係頭先咧主面嗰時已經講話夾心階層咧係需要呢啲劏房喎，咁有方同學究竟劏房應該存在定唔應該存在？需要唔代表就係應該存在噶嘛？佢而家的確需要問題係政府長遠已經解決到佢哋嘅需要，佢哋唔需要再被逼揀劏房嘅時候，點解佢哋劏房仲係有存在價值呢？有方同學已經承認咗依家劏房係有需要存在啦，咁點解依家唔可以搞呢個發牌制度，確保佢哋嘅安全呢？因為你個牌照制度唔係真係好似你哋想像下個財政年代推得出咯，有方同學。咁唔通有方同學嘅公屋搞10幾年，又會即刻可以解決到劏房依家現時短缺嘅問題啊？公屋唔係10幾年先造成㗎，係逐年慢慢落成㗎，有方同學。咁逐年係咪可以解決到依家有方同學你講話即時要解決到劏房依家10幾萬戶人嘅住屋需求呢？但係發牌制度今日就根本就冇辦法可以短期推行，而且聯合國已經同我哋講到明，劏房根本就係唔符合嘅國際居住權。咁點解今日劏房仲應該存在呢？點解今日發牌制度一定比起公屋慢？嗱，有方同學頭先自己都承認話成效成疑啦，但係點解仲要做啊？有方同學無論做成效，咁點解仲要做呢？有方同學我哋冇承認到公會唔係有方同學搞翻清楚先，依家起公屋係一定會慢過我哋搞呢個發牌制度嘅喎。請論證。咁依家講緊你哋都話要10年先起到47萬戶，我哋點解我哋搞呢個發牌制度會需要咁長嘅時間？重申多次啊！咁其實我個位置已經講過，150間樓屋用11年，好簡單推算下，85000間係咪要幾多年呢？有方同學。想問翻有方同學啦，咁今日而家劏房嘅居民可以搬去邊度住？如果今日有方同學俾唔出翻建議嘅時候，點解今日唔係應該行劏房，然之後保障翻佢哋嘅安全？其實有方嘅主編已經講過，佢哋有中轉屋，佢哋有其他臨時居所。有方同學我唔明點解佢哋會冇。但係中轉屋究竟應唔應付到劏房入邊10幾萬人嘅需求呢？有方同學，但係只有主編已經講咗話可以加喎。咁但係問題係，究竟依家劏房嘅住戶嘅數量係遠比起依家嘅中轉屋嘅數量多？咁我哋係有理由覺得劏房嘅牌就係應該要實施嘅。有方同學，我哋都知啊，但係有咗你嘅發牌制度之後，而家劏房嘅居民係咪真係可以住好啲，住得更好呢？有方同學，咁你頭先都講到而家住屋，而家安全問題咁嚴重嘅時候，咁點解決呢？有方同學，咁你呢個又點樣解決呢？起碼我哋會加強執法啊！有方同學，你而家係連執法都唔執法喎。有方同學，原來今日嘅辯題加強執法，原來唔係發牌制度啊！其實你已經承認咗咧，加強執法係有用嘅。我哋見到行咗發牌制度之後咧，係能夠更加有效加強執法，去解決翻安全嘅問題。再講啦，今日有方同學其實都同我哋講咗話，而家咧其實好需要住屋嘅需
更有效咁樣轉翻一啲安全嘅居所。點解加強執法一定係會推得出係要用牌照制度嘅咧？李本堂已經解釋咗俾你聽啦，今日發牌制度可以有一個專責小組去處理翻一啲執法嘅問題嘅時候，點解今日唔係有你咗？再問下有本堂，今日點樣去解決翻佢即時現時嘅安全性問題？問題就在於依家問題唔係因為執法困難，係因為舉證困難啊！依家係85%嘅租戶都唔願意話開門俾你調查嘅時候，你點樣舉證呢？有方同學？今日有方學我就唔明白啦，校長發牌制度點解一定要質疑我哋成效？我哋今日見到剩翻時間用盡，請犯方用剩翻餘下30秒嘅時間。其實今日有方台咧到而家仲未能證到點樣，到底要做幾耐？佢哋係好理想覺得，哇！我今年話要做，下年一定推得出啦。問題就係農屋都要搞11年嘅時候，佢根本就論證唔到劏房多幾廿倍嘅時候，你係點樣可以真係做得到啊？然之後佢係咁質疑話，你唔係短期乜都唔做嘢啊？首先佢自己嘅方案其實根本短期都係做唔到嘅，但係再者咧，其實有方台都覺得加強執法有效嘅時候，咁點解一定會係得出要發牌制度咧？其實有方台都係想成立專責小組咧，成立專責小組又點樣去關係到真係要有一個發牌制度咧？其實而家屋宇署本身已經係成立咗個專責小組，就算佢哋係去檢查啲消防嘅設備時候，亦都係唔需要去到消防處去檢查嘅時候，到底今日有方台堅持要有個發牌制度係為乜咧？多謝各位。主席、評判在座各位，今日我哋花足足1個鐘去醫一位病人，呢位病人就係我哋嘅香港。有方見到劏房有問題，就以為發牌醫得好，但係有方堂根本做錯手術。講足全場，有方堂用一個錯誤嘅解決方法，甚至引嚟更加多嘅副作用。有方堂最大嘅假設就係發牌制度能夠喺短時間內解決問題，但係就無視咗時間性同埋可行性上面嘅障礙。首先講時間性嘅問題，我方主辯一開始就問你發牌制度要搞幾耐啊？有方堂答都冇答過。推行發牌制度需要嘅係10幾年嘅時間，單係攞嘅例子就已經説明咗，劏房發牌制度冇可能喺短時間內見效。90年代區150間農屋，但係就花咗3年嘅時間去進行背景調查，成個推行過程更加花咗足足11年。換言之，發牌制度冇可能喺短時間內生效，但係呢段時間之內，班劏房戶要點生活呢？有方同學隻字不提。時間長，有方頭否認唔到啦，咁可行性又點呢？劏房業主嘅態度一直都係唔合作㗎，發牌制度又點樣可以令到呢班嘅業主突然間合作呢？如果班業主係有心合作嘅話，根本唔需要有發牌制度，佢都會自己合作。甚至講成效方面，有方頭嘅一副同埋二副自己都唔敢肯定呢個發牌制度嘅成效。況且85%嘅業主都拒絕接受調查，連最基本調查背景工作都做唔到啊！成個發牌制度嘅可行性又從何談起呢？再講，有方台都承認發牌制度會推高租金，喺發牌制度之下，改建費要幾多呢？水管嘅安裝費、消防設備費呢？有方台有冇計過啊？要搞咁多工程，業主自然會將啲成本轉嫁俾租戶，最後租戶嘅租金就會百上加斤。但係衰就衰在搞咁大壇嘢出嚟，原來佢哋都係保障唔到劏房安全性嘅，咁樣真係賠了夫人又折兵。其實普羅大眾想要嘅只不過係一個安身之所，但係發牌制度不但推高租金，但係又保障唔到安全，完全係弄巧反拙。劏房根本唔係香港房屋政策之下嘅理想產物，而係因為公屋同埋居屋供應不足，所以先會衍生出劏房。遺憾嘅係住劏房如履薄冰呢一點，有方台一開始就開宗明義咁承認咗，但係又講唔出發牌制度點樣幫到市民。有方自己心知肚明，但係就繼續掩耳盜鈴，仍然認為作出呢啲發牌制度嘅小修小補就能夠根治問題，但係呢個諗法係大錯特錯嘅。有方台講足全場，就係為咗淡化香港房屋嘅問題。現時香港冇充足嘅公屋同埋居屋供應嘅情況之下，所以就要將劏房合法化，以為咁樣就係為香港市民提供咗更加多嘅單位，但係咁樣其實係隱藏劏房嘅問題。事實上解決咗啲咩問題呢？安全性、高租金、衞生差，掂都冇掂過，更加唔好話解決啦。其實吸毒嘅問題一樣都好難解決㗎。咁係咪將吸毒嘅問題合法化，咁樣吸毒問題就叫做迎刃而解呢？發牌制度不論係推行嘅過程定係民間阻力，都令到佢冇可能實施到。咁樣點解仲要引入呢？我方一直強調嘅係，政府想做嘅係令到黎民百姓安居樂業，而香港市民想要嘅係一個安全而且廉租嘅居所。有冇一個香港市民會覺得劏房係一個5星級的家呢？
我方同有方都好想解決問題，可惜嘅就係有方同學一直都靠掩耳盜鈴嘅方式嚟逃避問題。其實加快興建公屋同埋居屋，先係正正為咗實現市民嘅共同願望，而呢一樣嘢先係香港政府真正應該為市民所做嘅。但係呢一點係劏房點樣都冇可能做得到嘅。就算規管咗劏房，亦都不能夠還香港市民一個5星級的家，故此辯題理應不成立。多謝各位。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今日我失望，因為有方同學咧面對住呢個病人咧，佢所做嘅一切咧，竟然係放任唔理。佢同我哋講話要解決呢個問題，長遠房屋咪需要咯。但係有方同學根本就睇唔到，而家個病情已經緊急到我哋需要即刻去解決嘅時候，點解有方同學竟然同我哋講話起公屋咪得咯？長遠解決咧？有方同學咧其實都知道咧問題好嚴重㗎，但係咧佢哋咧立場矛盾，為反而反。不如我哋睇下咧佢哋犯咗幾多個錯誤。第一，有方同學咧同我哋講話聯合國嘅條件，話要咧符合租金、基本設施同埋適合居住嘅情況，但係內容咧係點冇講過。究竟今日租金要符合到邊一個程度先係唔好咧？究竟今日基本設施劏房都有洗手間，都有廚房，都有呢個床嘅時候，點解又唔係符合到基本嘅設施咧？究竟有方今日心目中嘅藍圖係點咧？冇同我哋交代清楚過，就反而咧同我哋講話，而家咧劏房係唔適合嘅。究竟今日合法化咗嘅劏房之後，點解會符合唔到呢啲嘅條件咧？有方同學一冇論證過。第二，有方同學咧就同我哋講話，第二咧有方同學咧冇解釋過咧劏房應唔應該存在㗎。有方同學咧好矛盾，一方面就同我哋講話安全問題唔應該存在，但係喺主面已經一開始講到明。呢個係救命草，夾心階層的確需要呢啲劏房，單身嘅人又負擔唔到其他租金上面，有方同學咧從來都解釋唔到咧劏房點解冇存在嘅必要性嘅時候，反而同我哋咧論證今日嘅辯題唔應該成立喎。咁我想問啦，啲劏房有方同學咧係覺得啲劏房租戶咧係需要負擔更重嘅租金去到呢啲私人樓去住啊？點解有方同學咧已經承認咗呢一啲嘅劏房咧係有存在嘅必要咧？更何況今日合咗法嘅劏房點解唔應該存在？有方同學咧從來都解釋唔到㗎。第三咧，有方同學咧同我哋講話迫在眉睫喎，呢個發牌制度咧係解決唔到呢啲嘅問題。我本身咧都好期待咧，有方同學咧會有啲咩嘅反建議啦。原來有方同學同我哋講話長期供應居屋，我方從來都冇反對過要長期供應居屋，但係有冇可能做到即時性監管佢哋安全嘅問題先？有方同學咧都承認咗安全問題需要監管嘅時候咧，但係放任唔理，到最尾咧，有方同學咧就同我哋講話租金咧上升喎，但係有方同學咧就反而質問我哋今日嘅發牌制度有冇成效，但係咧我方就唔明白點解冇成效租金就會上升咧？有方同學冇論證過點解供應冇少到嘅時候咧，點解亦都會租金上升？今日我方嘅建議係將一啲非法嘅劏房轉成合法，供應量亦都有足夠嘅時候，點解有方同學推論租金上升呢一個嘅推論係點嚟咧？冇解釋過。更何況今日租金上升有外圍因素影響，點解有方同學要將租金同今日嘅發牌制度拉上關係咧？跟住咧，有方同學咧到自由辯論嘅時候咧，終於都講出啦。佢話咧要加強執法。原來有方同學嘅眼中咧都知道而家安全問題好迫切性，都需要加強執法㗎。但係按照有方同學嘅邏輯，你今日加強執法嘅時候，發現更多非法嘅劏房，咪一樣會導致租金上升咯。有方同學點解你又視而不見，反而咧質問我方點解會租金上升？不如你解釋翻俾我聽，點解你嘅加強執法底下唔會令到租金上升啊？更何況有方同學咧就質疑我哋時間性嘅問題，我方係倡議下個財政年度即時推出，而家已經有咗劏房嘅資料，我哋都可以準時執法。更何況有方同學咧從來都唔了解究竟發牌制度嘅獨特利處喺邊度。今日咧發牌制度係事前規管，但係有方同學咧所講嘅所有事咧都係事後監管。有方同學咧從來咧都冇否認過咧，我哋可以建立一個資料庫啦，我哋咧發牌制度可以做到嘅利處㗎，但係就同我哋講話出咗事先，之後咪規管到，出咗事之後加強執法咪得咯。但係有方同學嗰陣時碼頭圍道已經冧咗，已經發生咗火災嘅時候，點樣可以保障到呢班人嘅安全呢？有方同學全場冇論證過。今日有方同學咧，今日同學咧唔係我哋快很準啊，的確係有方同學快很準，錯得快、錯得狠、錯得準。呢個就造就咗今日有方同學咧反對辯題嘅原因。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凝聚共識，建設家園一直都係政府對長遠政策嘅方針。喺過去10幾年裏面咧，一直都為市民盡心盡力去解決，就好似10年建屋計劃、居者有其屋等等。可惜香港寸金尺土，我方從來都冇否認過咧要增加公屋居屋嘅供應，但係咧
需要住屋嘅需求咧遠超過供應嘅速度。80後咧都同我哋講話一世做樓奴。今日政府要做嘅就係照顧每一個階層嘅需要，提供一個合適嘅居所俾佢哋。多謝各位。喺宣佈結果之前呢，有請咁多位評判就今日對賽雙方嘅表現呢，俾一啲寶貴嘅意見。首先有請香港教育學院科學及環境研究學系助理教授陳文浩博士。好大家好啊！咁好多謝即係今日能夠可以即係同大家一齊去即係幫大家做評判啦，亦都當中有學習嘅機會嚇。嗱咁咧就都時間即係都夜啦嚇，咁長話短説。咁咧我覺得即係雙方今日嘅表現咧，即係都有好多即係需要再嘅努力進步嘅地方啦嚇。咁因為咧我自己睇咧呢條辯題本身咧，其實一睇落去咧，我只會覺得本身係想即係做一啲短期嘅措施咧去解決一啲劏房問題。當然啦，即係最後原來大家即係出嚟嗰個討論變咗，其實原來解決呢個發牌問題咧都係長期嘅措施嚟嘅嚇。咁即係當中呢度有啲即係大家唔係好即係同意嘅地方嚇。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正就因為咁樣咧，其實大家喺思考問題上面咧，我覺得大家冇咗個 timeline 咧，即係時間性嗰個問題咧，就變咗咧就雙方討論好混亂。正方一出嚟咧，我覺得正方最大嘅優點就在於咧佢嗰個嘅立論咧，即係簡潔同埋咧就。即係大致上個邏輯都清晰嘅，即係今日發牌嘅制度係解決短期劏房所產生嗰啲危險問題啊，或者係消防條例等等，即係嗰啲所引申出嚟嘅問題嚇。咁而且咧佢都認同即係劏房存在嘅價值嚇。咁反方咧最大嘅優點就在於咧佢嗰啲資料啊或者係各樣嗰個嘅反駁咧，大致上其實對於嗰個即係正方好多嘅論點咧都係能夠中到嘅嚇。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雙方都有好多弱點咧，即係或者好多要值得改善嘅地方。譬如正就係反方，其實正方啦，先講正方先啦嚇。咁正方其實佢講咗好多即係佢嗰個邏輯啊，即係嗰個立論。但係我只覺得咧，即係正方冇能夠可以繼續去follow 佢哋嗰個嘅立論。譬如舉個例，劏房存在嘅價值嗱，正方第一即係主辯一開波最後啦嚇，問咗個問題，即係劏房應該存在嚇。咁正方嘅二副或者即係打後即係好多討論咧，其實冇再重複討論呢個問題，究竟劏房應該存在咧？因為反方咧，其實呢個立論咧，即係呢個其實佢冇答到嘅，由始至終或者佢好隱隱約約、隱隱晦晦，又話有陣時又話呢啲要取締佢嘅，又話咧即係但有陣時佢又唔係好知道，即係你話你趕咗啲劏房走，佢哋去邊啊咁即係其實我都唔係好知道反方究竟其實最終嘅立場究竟劏房個價值有冇即係有價值一定係零價值咧等等。咁起碼我自己覺得正方唯一即係有一樣嘢，我自己覺得肯定就係佢覺得有價值嘅。但係問題就係你覺得個價值即係其實既然係你覺得咁重要，要保留係咪？咁要保留即係你就要規管佢啦，係咪？咁究竟其實個價值係咪即係凌駕到一個地步？即係話我哋即使佢可能好細範圍，即係我哋都應該俾嗰啲人要住呢啲地方咧咁。咁其實我覺得你可以羅列多啲，即係嗰當中個價值。譬如舉個例好簡單啫，劏房本身個最大嘅價值就在於佢可能有機會啊，就係可能佢翻工好近嘅，係咪？即係我雖然住50即係尺嘅單位，咁但係我覺得都開心㗎，係咪？咁你住宿舍嗰啲都係咁㗎啦，係咪？咁既然係咁㗎啦，喂，不如我就近地，我寧願近細唔緊要，最緊要近，係咪？咁樣我話其實反方冇嘢好講㗎咯喎，因為你覺得劏房係應該存在啊嘛，係咪？應該存在我就應該要即係唔係取締佢，係嘛？你起咁多公屋冇用㗎，唔住㗎啲人，寧願住劏房，係咪？咁你47萬都唔使理啦，係咪？因為即係47萬喺邊啊？西東北啊，咩元朗啊，即係喺晒西貢啊，係咪啊？大嶼山係咪？而家即係最近又講話北大嶼山發展係咪？喂，咁鬼遠，我要去中環、西環嗰啲翻工係咪？咁樣嘅話，咁我點樣搞啫？係咪？我寧願住劏房，我都唔住大西北係咪？即係嗰啲咁樣嘅公屋。咁樣嘅話咧，反方好多嘢咧，佢都唔能夠即係可以答到你即係嗰個問題咯，明白？咁所以咧，你如果 follow 住呢一個咁樣嘅即係劏房個價值好重要嘅時候咧，似乎反方嗰個氣焰咧，即係相對上會減啲啦，而且佢需要真係應付你所講即係嗰個問題。咁當然話你話反方係咪完全冇回應啊？唔係，我都覺得佢有一啲地方咧，佢都能夠真係講到，譬如佢講，即係佢覺得世衛呢個聯合國啊定唔知咩有啲標準啊。雖然佢話個7個標準一輪嘴講完，我都一個都差唔到啊。咁同埋咧，佢又都冇論證過嗰7個標準點樣。佢話就出現，即係講完7個標準就話全部都唔達標咁，即係我都係唔係好知道，即係
點樣唔達標咧？咁反方其實即係花啲時間，不如講下啦。橫掂你之後其實重複好多主辯嗰啲嘢，咁不如你真係花啲時間講邊啲唔達標，即係你話全部都唔達標，點唔達標先係嘛？有冇規管話唔可以細過幾多先係咪？咁如果係咁樣嘅時候，咁可能我哋教院啲宿舍啊，或者係即係樹人嗰啲，全部都唔達標喎，可能係咪？咁樣嘅話，即係劏房嘅問題係咪淨係劏房先有咧？咁樣定係話其實可能香港好多地方都有呢個問題咧？咁呢個此其一啦。咁第二就係話，究竟反方今日其實佢個立場係點樣咧？我會覺得咧，即係反方其實個邏輯，即係如果你要我聽完全場咧，我大致上整合到嘅就係話咩咧？今日劏房唔應該存在㗎啦，長遠嚟講要取締，一間都唔可以存在。咁要解決嘅地方好簡單啫，起多啲公屋，起多啲居屋，起多啲樓宇，咁就得㗎啦。OK？你個發牌又耐係咪？10年20年啊？雖然呢度咧主辯唔知前面上台上就話要十年啊，跟住台下就話幾年，跟住有人又話10幾年嘅，我都唔係好知究竟幾多年。咁但係總之我當佢好長啦，咁好長，你又長，我啲都長，但係唔緊要係嘛？起碼我長遠取締劏房啊嘛，咁樣。咁問題就係話咁今日迫切嗰啲問題又點咧？咁似乎反方呢度咧係模棱兩可，同埋咧係有少少就刻意唔係好答嘅啊。咁我都明白嘅，咁但係即係就算係咁都好啦，咁你都諗下，即係究竟即係短期咁劏房，你話咁應唔應該存在啊？唔應該係咁啊！有提及過啲反建議咩中轉屋啊，定唔知乜嘢咁樣嘅係咪？咁我亦都好奇怪，即係話中轉屋如果真係能夠解決到嗰8萬劏房係嘛？咁我諗全香港啲住屋問題唔使咁頭痕啊！即係正其實就係唔得啊嘛，係咪？咁所以咧，即係似乎劏房係一個即係冇辦法底下，即係要隻眼開隻眼閉一個措施。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成個立論，即係成個辯題啊，有幾樣好重要、好緊要嘅概念，我覺得大家冇釐清嘅。第一，究竟香港嘅住屋夠唔夠 ？OK 嗱，呢一度咧，我自己覺得大家雙方嘅資料咧就唔係好充足嘅，即係我俾多少少大家可以參考啦。嗱，反方有提及過咧，政府話10年會起47萬，咁但係如果你聽翻政府即係阿波叔講咧，其實佢話嗰47萬咧唔係一定得嘅。OK， 佢承諾話我哋會計劃起47萬，係計劃 OK， 但係佢話咧以現時香港嘅土地咧係唔足夠嘅。如果你睇翻佢哋即係阿波叔講乜嘢嚇，咁所以咧正方其實有權利話俾反方聽，對唔住你嗰47萬係噏嘅啫喎，係咪？實際上佢真係未必做得到喎。其實好簡單啫，香港嘅土地咧有分生地熟地之分嘅。以現時香港熟地嘅比例或者嗰個範圍咧，其實係唔夠嘅嚇。咁生地轉熟地咧係需要好長嘅時間嘅嚇。咁如果你想知道咩叫生地熟地，你自己上網 check 下啦嚇。咁所以咧，其實阿波叔講話其實個土地唔夠係講緊唔夠熟地 ，OK？ 所以短期之內咧，其實佢係唔能夠起到47萬嘅理論上嘅。咁再加上47萬夠唔夠？嗱，反方就拋咗47萬就夠咁樣啦，係咪？咁因為你對比起咧現時輪候公屋有20幾萬啊嘛，係咪？嗱，但係要留意一樣嘢就係究竟咧香港住屋嘅需求每年要幾多？咁如果你睇翻咧陸工衛佢哋咧智庫啊嗰啲，唔好記得係咪陸工衛嗰班啊？咁去做嗰個研究咧係好得意嘅，佢就即係了解下咧每年結婚嘅數量啊，即係有啲人可能離婚啊，因為一間屋離婚。你冇理由一齊住噶嘛，咁要2間啦，係咪？咁又或者咧啲人咧生咗，然之後咧有啲人可能又因為工作嘅緣故又要出去住啊，咁佢就大概估算咧每年咧需要3萬間嘅 ，OK 3萬個單位。咁如果以每年要3萬個單位 ，OK 個需求咧，而加上啦嚇，現時知唔知每一年政府可以起到幾多個 ？OK 咁公屋15000個都講咗啦，係咪？咁私人樓咧？咁你要 check 喎，係咪？現時嘅私人樓咧，每年大概有1至2萬個，視乎唔同嘅年啦嚇。所以咧，如果以今日嗰個速度嚟講咧，15000加大概2萬咧，應該係啱好應付到每一年嘅增長嘅。OK， 仲未解決而家啲劏房，如果你取締晒嗰8萬啊，定唔知幾多萬人果嘅需要。咁所以咧，如果你大概做一啲咁嘅計算咧，你就會知道咧，其實劏房係唔能夠取締嘅喺現時呢個階段，因為你一取締咗咧，其實就啲人咧就唔知住邊。嗱，但係咧，你話係咪真係咁擔心咧？又唔係喎。事實上有好多人點解要住劏房，就係因為佢想尋求一個獨立啲嘅環境啊，因為翻工近啲啊。如果萬一你取締劏房咧，佢可能會翻屋企住。咁所以嗰幾萬人咧，究竟係邊啲係必須要住，有邊啲係即係次需要，有邊啲係冇咁需要，其實係有一個程度之分嘅。所以你話你取締晒之後，係咪嗰幾萬人全部瞓天橋底？唔係嘅，對唔住，可能有一大半咧翻同父母住嘅。OK 咁有啲人可能選擇即係去租其他樓啊等等，即係所以呢個唔係一個咁簡單嘅一個問題嚟嘅。咁所以我相信咧，即係雙方喺呢度咧，我覺得喺嗰個
研究上面咧要着墨多少少喺個論證上面嚇。咁即係再講多少少就算啦嚇。咁就有幾樣嘢咧，我自己覺得反方要留意咧，就係話咧頭先都講過啦。幾多年咧呢度咧其實唔統一啦。第二就係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反方咧嘗試用一個經驗推論咧，就嗰個立例規管咧需要好長時間咧，我覺得係好危險嘅。你話籠屋需要10年、11年係咪？所以咧劏房都要好耐啦咁。嗱，如果以咁樣嘅邏輯嚟講咧，我自己覺得有啲擔心，因為同樣嘅邏輯你都係 apply 落你嗰啲個住起屋嗰度啊嘛。你以前15000，點解你10年之後47萬，即係每年有47000啦？點解咧？咁正正因為迫切，所以我可以加快個進度啊嘛。同樣發牌制度一樣可以㗎，喺個迫切嘅情況底下，佢一樣可以加快佢嗰個無論係諮詢啦、立例嘅過程啦。其實同埋劏房呢個研究咧進行咗好多年㗎啦。咁所以咧，你話係咪冇共識咧？唔係㗎，所以政府唔使咁擔心㗎。即係其實喺個過去嗰幾年，其實已經有累積咗好多嘅研究同埋好多嘅討論。所以咧，係咪真係需要咁耐咧？坦白講，你問我起屋耐啲定係發牌耐啲咧？我大致上嚟講啦，即係 conceptual 嚟講，我接受唔係好到發牌係耐過起屋嘅嚇，即係我個人啊。咁所以咧，如果反方真係要你真係要論證呢樣嘢嘅話咧，我覺得你一定要清楚話俾我聽，點解一定要10年？即係有邊啲步驟一定要好長時間，即係唔係10年唔得嘅，係咪？或者你俾多幾個經驗我咯，唔係淨係籠屋啊嘛，係咪？咁所以咧，我覺得以一個經驗去推，即係無限引申或者引申到今日呢一個咁樣嘅即係發牌呢個所需即係需時好長咧。我覺得係好危險啊！而且你有大段嘅論證咧，係立論喺呢個咁樣嘅薄弱基礎上面咧，咁就變咗咧會有少少危險咯嚇。雖然正方其實都答唔到你，咁但係反方，我覺得如果你今日你輸嘅話，假設嚇，咁就我覺得呢一度你自己就係即係唔能夠着墨啦。咁如果正方今日輸嘅話，我自己覺得你係就係正正因為頭先我所講就係你唔能夠清楚講到俾我聽，劏房其實存在嘅價值點樣，即係大於其他好多唔同嘅因素啊，或者等等啊。咁同埋我覺得你中間係重複得太多啦，即係同前面嗰啲嘢，咁所以變咗你太多重複咧，後邊我即係俾唔到分啊，大佬即係嗰啲內容嗰啲我唔知點俾好啊。咁冇重複分㗎嘛，因為呢度係咁，所以就即係變咗咧就好難咧，就俾得好高分啊咁樣。咁所以咧，我覺得反方技巧上面咧，大致上咧係理想嘅，即係喺個反駁啊或者一個人即係咁但係正方咧就我覺得喺個立論上面咧就又比較完整啲嚇。咁所以咧我就唔係好知道究竟最終其實我知嘅，不過即係我意思即係話即係唔知道喺一個咁樣嘅討論底下，我就唔係好知道即係邊一個一定贏啦。咁但係起碼咧，我覺得大家要留意下呢幾樣嘢啦。咁同埋留意小心反方好多邏輯嗰啲矛盾啊，即係你話即係發牌之後咧，成本會上升嚇，咁但係又同時間又話佢哋冇動機去改啊，咁呢啲我覺得小心啲咯。即係當然佢未必一定係有即係表面上或者好大嘅矛盾，但係即係你聽落去好似兩樣嘢係好難同時存在嘅。咁既然係咁嘅時候，就即係大家即係你哋要諗清楚，究竟你哋嗰個立場係想講個租金會升得好快，係短時間升得好快定係長遠升得好快？因為其實真係好複雜嘅嘢嚟㗎。即係租金升幅，你就咁話改建，所以租金升幅就大。咁我覺得呢個因素究竟佔整個租金升幅幾多咧？坦白講，我就唔覺得太大。OK 嚇，咁反而係市況嗰個即係供求嗰個因素大好多嚇。但係點都好啦，即係我覺得你立論嗰度咧就即係要小心啲啊！好對唔住啊，講得太多。OK，交翻俾下位。唔該晒陳博士，接住落嚟有請香港城市大學粵語辯論隊前辯員黃天忠先生。大家好啊！咁樣就首先多謝大家揾我嚟做評判啦。咁樣就本來咧今日就係城市大學就第2輪嘅新人嘅面試。咁但係咧，因為我實在係太中意做評判嘅關係咧，咁就選擇咗嚟呢度做評判。咁樣咧都多謝各位咧，令我見識到咧教育學院係一個點樣嘅地方同埋喺邊度啦。因為我之前係完全未嚟過教育院，即係作為一個即係返學係喺九龍塘隔離嘅人嚇。咁樣就唔知道大家呢一場係咪你哋第一場嘅比賽？但係我都夠膽講咧，而家都算係大家新開隊今年學年嘅初步階段啦。咁希望即係作為前辯員咧，都希望兩隊嘅院校，即係甚至係教育學院嘅院校咧，今年都係有一個好嘅發展啦，亦都係
學習到更加多嘅知識同埋得到你哋想要嘅賽果啦。咁樣就至於我觀察到有啲同學咧係第一次打辯論嘅，咁我就想同你哋講咧。作為新人咧，就非常之歡迎你哋啦。咁樣如果你哋係之前中學打過辯論嘅話咧，咁你哋而家大學又繼續打喎，咁啊相信應該有一個好強烈嘅原因咧，去驅使你咁樣做嘅。咁樣咧，至於嗰啲之前未打過辯論，大專先嚟開始涉獵咧，我夠膽講咧，只要你喺呢個活動用心咧，你係做緊一個人生裡面其中一個最正確嘅決定嚇。咁希望咧，你哋珍重咧，你哋新人仲有好多嘅青春啦。咁樣就至於嗰啲已經多過1年嗰啲呢，咁我就只能夠同你哋講，你哋已經投資咗好多啦。咁樣請你哋繼續努力啦。咁樣就你哋已經係師兄師姐嘞喎。咁可能呢身份有所轉變呢，咁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做到個磨合。咁就講一啲關於嗰個嘅辯題嘅內容啦。我覺得咧呢個辯題呢，大家有一個地方係，如果俾我去請你哋再做資料搜集呢，我會請你哋呢方面呢做多少少研究，就係究竟實際而家劏房係邊一方面係出現咗問題。我唔係講話違反咗乜嘢條例，違反咗乜嘢條例，而係究竟佢喺嗰個嘅間隔係出現咗啲咩問題。即係暫時聽完成場比賽咧，我只能夠摘落到咧正方主辯講過，因為有個單位咧就劏好多間房，就影響到個主力牆啫。咁但係其實有啲走火通道啊、消防設施啊、喉管啊、地啊，有嗰啲問題係好值得研究。點解咁值得研究呢？因為正方你要俾呢班咁嘅本身係亂咁整塊板，跟住請佢哋好專業揾啲人去計翻啱啲力啊。計翻啱啲水喉啊，計翻啱啲電同計翻啱個手火通道㗎嘛，你相信佢哋會乖乖地做㗎嘛？咁你都要知道佢係實際做緊啲乜嘢，咁先至令到評判覺得佢哋係真係做得到咯。而反方都係一樣，即係究竟你哋正方話嗰啲劏房嗰啲嘅業主本身會做得到嘅嘢，佢哋其實係咪真係做得到嘅咧？我自己心諗嗰個樓嘅設計就係咁多埲牆啦，中間加咁多埲牆，係咪真係隨時話做就做？係咪真係普通業主就可以喺佢嗰個嘅有限嘅財力之內做到呢？我覺得即係呢條辯題喺中學同大學都出現咗好耐，但係我覺得如果大家想好深入咁處理呢條辯題呢，我覺得係真係要有呢啲更加深入嘅一個嘅討論嚇。咁但係因為大家今日冇乜呢個討論喎，咁純粹係我抒發下呢個感受啦。咁樣就根據正方嘅主辯呢，咁你哋應該都係覺得而家嗰個嘅劏房個問題係好有問題啦。而根據反方呢所摘錄嗰個聯合國嗰個嘅數據呢，都用咗好多次啦。咁你哋都係好唔滿意呢而家劏房而家嘅情況嘅，即係對於現時嘅劏房你有個唔滿意。咁所以呢，定勝負就好簡單嘅啫喎。咁睇下呢邊更加能夠可以解決到而家嘅問題呢，咁樣就叫做嘢啦。咁啊，正方就梗係講翻辯題裡面嗰啲嘢啦，咁反方就梗係講話唔用辯題嗰啲嘢，用其他嘢啦。咁我就各自都俾少少自己個人嘅意見啦。咁樣咧，首先係正方嗰個嘅內容咧，就話咧呢個計劃咧就會喺下個財政年度咧就會起行㗎啦。雖然咧背後咧實際聽到嘅資料咧唔係好實際，但係咧感覺上都好似似層層。咁但係咧，而家有幾樣嘢咧，我覺得係可以再分享一下嘅。第一就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其實反方都有強調，就係點解嗰啲人之前已經冒住違反建築條例、違反消防條例去犯法，但係而家會乖乖地去做翻好晒所有嘢。今日反方咧對於你哋嘅攻擊咧唔係十分之猛烈，但係我好懷疑究竟正方嗰個準備究竟可唔可以應付到一個嘅猛烈嘅攻擊。所以呢個就你哋只能夠自己檢討啦，好難我幫你檢討嘅。其次第二咧就係咧，我諗咧而家正方咧亦都係有個好困難嘅地方咧，就係咧好似搞咗呢樣嘢咧，劏房嘅問題就要消失一樣。我覺得要論證到呢樣嘢，對於正方嘅難度係頗高。一個發牌制度要令到劏房問題徹底消失唔容易，所以我俾正方嘅意見就係呢個都係唔嘅計分嘅，純粹係個人意見。你要有個比較點啊。即係例如你要同以前淨係以消防條例同埋建築條例去執行，或者好似反方，你同反方去對比，你有同佢對比時間嘅。但係呢一個係我覺得係你哋嘅立論嘅基礎，即係攞一個比較點，比較到你知道辯題裡面嗰個係更加進步，咁嗰個成立嗰個嘅難度就更加低嚇。咁所以咧就我自己覺得。就要講多少少關於以前淨係依靠消防條例嗰啲消防員得閒啊行近你啊，建築條例得閒啊點樣啊，鬆鬆散散嗰個制度咧去做，同埋你哋而家夾埋一齊做嗰個好處。其實我自己覺得呢啲嘅內容種種全部主辯稿都係有嘅嚇，所以咧
如果大家覺得我講嘅嘢太沉咧，簡單啲嚟講就係翻多啲主辯稿嚇。以我嘅認識嘅樹人咧，主辯稿都幾穩陣嘅嚇，唔會點樣失手嚇。呢個就係第一樣我想講嘅嘢啦。第二咧就係咧，面對反方不停嘅攻擊咧，我覺得正方咧唔夠瀟灑同埋唔夠肯定。反方一開始問一個好簡單嘅10萬個為什麼問題，點啊？幾多個你知唔知先？你係咪真係唔知咧？你知嘅喎，一副講8萬個，二副講到8萬唔知2000唔知幾，根本就係好清楚有幾多個劏房。咁點解唔就咁就答佢咧？你問我幾多個劏房，我主辯咪答咗你咁多個劏房，咪做咯，點解做唔到啊？咁我問翻咯，農屋同而家係咪真係完全一樣理論證咯？咁點解唔能夠咁樣好瀟灑咁就咁好似小學生咁答咗佢咧？不過要留意喎，如果你真係好清楚而家有8萬幾個劏房咧，咁你個論點2咧就有少少問題啦，因為你個論點2係講話，根據呢個計劃咧，我哋就可以咧調查到而家有幾多個劏房，就可以長遠咁樣做政策喎。咁所以咧，可能你哋要有取捨啦。究竟你哋要保住你嘅第2點俾人揭發嘅危機啊，定係答人哋嗰個嘅問題啦？咁所以呢個都係歸咎準備嘅問題，冇諗清楚究竟政府對於劏房現存嗰個嘅數據掌握有幾多嘅問題嚇。另外一個我覺得可以大膽啲答嘅就係反方嘅主線，佢好張牙舞爪講話加租係一件世界末日嘅事情啊嘛，咁係咯，咁好明顯你哋係完全唔介意錢呢樣嘢㗎啦，係咪？咁咪唔夠錢租屋，咁咪走去中轉屋咯，行去中轉屋咯，咁我正常嘅答法係咁咯。所以我覺得好多嘢如果你用一個肯定嘅回應咧，咁係會令到自己嗰個講法更加可以被信服。最後咧一個好簡短嘅就係，我都好同意第一位評判所講，你哋嗰個嘅論證嘅最基礎就係，其實劏房呢樣嘢喺香港暫時呢個社會係不能夠唔存在，冇人會中意住劏房嘅，哪怕你講到佢好似好便利，好似好細又好似好骨子咁啊，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但係真係即係有得俾你揀一個正常單位定劏房，我諗唔會有香港人特登去住劏房嘅，貪佢細咩唔通？咁樣就但係你哋就係要論述呢種無可奈何咯嚇，你哋要同意反方嘅講法，但係其實你要同佢講呢個無可奈何，你要接受啦。正如主辯都花咗20秒嘅時間去講呢樣嘢，所以應該多多去聽主辯稿。咁樣就跟住就係反方啦。反方嘅方案咧就係講我哋加快起公私營嘅房屋啦，政府都應承咗我哋會有嘅。咁不過咧呢個講法係啱，不過咧要留意，有機會咧有人會抨擊你哋，究竟呢啲公私營嘅房屋真正呢啲劏房戶現存嘅劏房戶有幾多個真係可以受惠嚇？咁樣要諗下你哋呢個嘅方案係咪經得起細心嘅分析？嗱，正方咧就同你講佢究竟夠唔夠錢去買嗰啲樓啊嘛，咁其實就唔係事實嚟嘅，因為咧你公私營啊嘛，公營或者係公屋咯，公屋即係窮人都可以入啊嘛，係咪？咁所以你要同佢分翻清楚，你公私營咧就係百搭嚇，全部就食晒嘅，你有錢咧就買私樓啦，冇錢就住公屋，咁但係咧，就要諗下究竟經過細心分析之後，有幾多個劏房戶真係夠窮入到去公屋，並且或者夠有錢住到個私樓，咁就要考慮一下呢樣嘢係咪經得起考驗。第二咧就係咧，我都同意第一位評判所講咧，就係反方有一啲嘅論述咧都係過於粗疏，我唔敢講你哋係唔合乎邏輯或者錯，但我真係覺得係過於粗疏。例如你哋強調咗3次以上嘅聯合國嗰個嘅基準，論述劏房係不能夠存在喺呢個社會上面。你有7個指標，但係為咗方便嘅緣故，只係落咗3個指標，咁樣就我自己覺得咧就呢個係一個好困難嘅一個決定嚟嘅，即係當7個又長又慘，究竟落唔落啊？咁但係如果你係經常用嘅話咧，我覺得呢7個咧都係有呢個意義去寫晒喺主辯稿。而你第一個價格劏房嘅賣點就係平啦嘛，咁所以就即係即刻第一個已經係有個入我個腦已經有一個嘅困難喺裏面咯。咁所以呢個就我覺得係值得去注意嘅嚇。咁今
日咧係絕對係冇一個實際嘅問題出現啊，純粹係我發牢騷啫。因為正方同你冇一個嘅意見分歧啊嘛，係咪？正方都係覺得劏房係唔係幾好嘅一件事嚟噶嘛嚇。咁只係你採取一個比較終極嘅手段，佢要完全消失，全部住翻晒正常樓。佢哋採取一個緩衝嘅手段，冇辦法啦，唯有俾個牌佢，等啲人都知道邊個有事邊個冇事啦。咁樣佢係咁樣做噶嘛。呢個係冇問題，但係另外呢個咧就有個爭議性啦，就係個時間性嗰度啦。討論呢個嘅嗰個嘅發牌制度嗰個速度嗰個嘅問題啦。今日咧反方咧只係講咗一兩個語例，再加埋籠屋嘅例子去做呢個嘅論證，我覺得唔係幾足夠嚇。我覺得唔係幾足夠。點樣可以令到佢足夠咧？就係你其中一個語例有一個唔知邊個女人咧就講過咧，要有個咩統一嘅基準係好困難嘅。講得詳細啲，有幾咁難去做呢個資料搜集咧，咁嗰個說服力咧就會有所提升㗎啦。不過我自己覺得咧，你哋咁樣論證落去咧，終極地其實啲人正方只要答你全部 refer 翻去消防條例同建築條例，其實個基準已經係好清晰，所以要留意啦。第二就係唔好意思啊，因為第一位評判實在講得太啱啦，所以我都係繼續重複嘅啫。第二咧就係立場上面咧嗰個清晰度嘅問題啦。以下咧係我摘錄反方嘅句子啊，請容許我喺呢度讀一讀啦嚇。咁樣咧就你啲劏房啊改得好啊，起翻啱晒啊，都用咗好多時間啦。咁不如我哋就等啲公營私營房屋起好啦。咁我都係同第一位評判一樣，係有呢個嘅時間嗰個嘅錯亂，即係接受唔到點解起公私營房屋係會快過嗰個發牌制度。咁我諗，如果你要講一個嘅公私營房屋係真係快過發牌制度係得嘅，但係你唔能夠用10年嘅數據啦，你唔能夠一次過同我講10年有幾多個，你要同我講第一年已經有咁多個，第二年就會逐步上升，咁樣嗰個說服力咧就會更加強烈啦。第二個咧就係、亦都係正方第一條台下發問你嗰個嘅問題，就係一方面你哋話業主咧就係會肯改善嘅，所以咧啲成本咧就轉嫁晒俾市民，所以就世界末日啦。另外一邊廂咧就話業主咧係唔肯改善嘅，所以你係冇效。嗱呢個嘅講法咧，其實喺邏輯上咧係冇矛盾嘅，只不過係一個兩頭蛇啫，即係10個業主。你嗰5個業主唔肯改，咪真係冇效咯？你嗰5個業主肯改，咪真係成本上升咯？其實你行 A 路行 B 路，你都係踩落個氹，你都係死嘅。呢個係反方嘅邏輯，所以佢係冇自相矛盾嘅。嚴格嚟講，但係咧，你哋咁樣鋪陳出嚟咧，兩樣咁極端嘅嘢，水火交融擺埋一齊咧，就會令到成件事好唔融和同埋好尷尬嚇，即係亂雞炆鴛鴦米就清淡嘅，同埋辣辣湯擺埋一齊，咁樣就你試得到鴛鴦米嘅清淡，你就試唔到辣辣湯嘅濃烈啦。咁即係簡單啲嚟講，你哋要講翻清楚呢個係一個兩頭蛇咯，而唔係好肯定咁話，佢一定唔會改，或者佢一定改到你好貴，咁就可以釋除到呢個尷尬啦。即係我要重複，呢個唔係一個錯誤，呢個係一個尷尬啫，我自己覺得。內容好似講咗好多，比我平時中意講嘅講得詳盡。講少少技巧啦。今日咧發現到咧有多過一位同學咧喺嗰個嘅準備出嚟之前係好困難嘅。我覺得大家都需要留意，即係大家咧覺得發言之前嘅同學咧就好似一列將要行駛嘅火車，就好似啲中國人咧係咁將啲人塞入去啊，將啲貨物塞入去啊。總之我同你講呢樣，你一陣間出嚟就同我啵，佢係講，跟住左邊一個，右邊一個。我以前係一個一副嚟嘅，咁我個主辯咧就喺我一邊咧就係咁講，你同我講翻清楚啲定義啊。我個二副就同我，你同我清咗呢樣嘢，我一陣先打得好㗎。咁我喺度講，咁我就學識咗一樣嘢咧，就係咧，即係跟住係唔理佢哋嘅嚇。咁樣就我自己覺得要適量咁樣俾翻空間，將要行出去講嘢嘅辯論員。有時大家都要接受一個現實，就係雖然我哋係好聰明，但係我哋嘅腦都要時間 warm up 嘅。咁你最後一秒同佢講個説話，你真係唔能夠期望佢能夠演繹得到咯。咁所以我哋知道我哋嘅腦咧都係有一個極限喺度嘅嚇。總括而言啦，就我覺得咧正方主辯嘅試咪稿咧令我非常之有感動嘅嚇。咁就係講話要相信自己啦。不過咧我自己又覺得咧好多辯論隊嘅一個嘅困難就係其實我哋都係一個隊。咁就唔多唔少，即係我哋又有新人啦，又有舊人啦，各自年份唔一樣啦嚇，大家辯論員都係好有專業嘅。咁當中嘅磨合點樣做呢？咁我諗係每一個辯論隊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學習嘅課題嚟嘅嚇。咁就因為唔好意思啊，因為太耐冇做評判啦，同埋見而家好似
即係新一年流流咁樣咁講多兩句。咁希望咧大家咧無論點樣發展咧，今年咧嗰個嘅同學都係能夠團團結結齊齊整整之後有更加好嘅收成啦嚇。多謝各位。唔該晒黃先生。接住落嚟咧，我哋有請恒生管理學院社會科學系講師陳顯陽博士。好，大家好。咁啊，好開心啊！再次見到樹人對嶺南啦。咁其實有啲同學都見過我啦，上年喺樹人嘅時候。咁不過今次好開心見到好多新嘅面孔啦，亦都見到啲舊嘅面孔啦。咁我都明白啦，始終啲新面孔咧都係比較 fresh 一啲啦。咁係有啲口疾就好在所難免嘅。咁但係我咧就有幾樣嘢都覺得好驚喜嘅。咁首先第一樣驚喜嘅就係咧，我一開始見到正方咧，佢竟然好大膽咁一開頭就拋個政策出嚟，講埋罰則添。咁喺我嘅角度嚟講，因為我之前咧就去參加過一個做嘉賓啊，唔係我參加，係有個比賽叫拆掂佢，你有冇聽過啊？近來 Roadshow 時報拆掂佢就係政策推銷游說嘅一個比賽。咁其實好多時當你一拋條政策出嚟咧，你講到咁 detail 咧係好高風險嘅。其實我基本上如果我係反方咧，我一抄低你講嗰啲內容咧，我可以逐點擊破你都得嘅。即係所以變咗其實。一開頭你一拋個政策講到咁細緻，究竟你個發牌就會點樣行、點樣罰咧？其實好就話你覺得你好似我即刻立咗個論咁，但係唔好處就係咧，你好容易會俾人逐點去抽翻出嚟。不過我知道可能即係反方都有好多自己準備，都比較忙，咁未必逐點去打擊。咁但係其實係有好多嘢可以打擊嘅，應該我先至打擊啊。好啦，咁但係反方咧都好驚喜，反方嘅主面一出嚟咧。佢竟然即刻回正方同學嘅嗰啲政策，佢回咗幾句嘅，我見佢初頭回咗差唔多成分鐘，咁我都覺得係比較值得鼓勵，但係都比較高風險，因為始終其實你個時間咁短，你即刻要回佢嗰個政策，而回完之後你再講你自己嘅嘢，咁好彩個時間把握得幾好啦，咁但係如果唔係咧，你好容易會打窒咗自己嘅，因為理論上正方我即係第一啦，即係主辯嗰個同學應該一出嚟其實。係好雄辯滔滔，但係其實我見到佢要諗，因為佢要諗因為佢要回應啊嘛，同埋佢回應嘅時間比較多，咁所以我都覺得兩邊都好大膽啊，即係可能因為大家比較新一啲，所以搏一搏。好啦，咁跟住咧就要講下啲內容啦。咁其實我都同意兩位裁判有講過㗎啦，就係其實公屋即係反方咧話嘅觀點就係公屋可以解決個問題嘛，咁但係其實公屋係解決唔到個問題，因為好多想住劏房嘅人咧係唔一定。係可以住到公屋嘅，佢係因為佢住唔到公屋，譬如佢個薪水唔夠低，咁所以佢被逼就要住劏房，咁所以其實起公屋唔一定係可以解決到嗰個問題。就算我即刻起1000萬個單位都好咧，佢根本係冇資格住嘅，或者甚至好似第一位評判咁講，係可能佢根本唔想住，根本唔想去到咁遠，佢有一啲即係自己私人嘅原因，佢想住近啲、舒服啲，諸如此類。咁另外咧，第二樣嘢我想講嘅咧就係。兩方面都有去討論發咗牌之後，譬如話嗰個供應嘅多與少、質素嘅好與差，甚至係嗰個租金嘅升與跌。咁但係我覺得其實咧係兩睇嘅。一方面發咗牌之後咧，好肯定係會少咗合法嘅劏房，一定少咗㗎啦，因為一定會有啲人唔合法㗎嘛。但係都同時就係會多咗好多危險嘅劏房，因為我哋根本唔知道嗰啲冇攞牌嘅劏房有幾多，會唔會更多？咁所以其實呢一個討論咧，我會覺得冇乜意思，係因為。其實大家都係得個講字，你冇可能可以激到對方嘅。嗰個多與少、租金升與跌係冇乜意思嘅。咁另外咧就係呢個係一個去到好後期我先至 inspire 到嘅 point 就係咧，其實執法同發牌係兩回事嚟嘅。咩意思咧？就係其實而家根本一路都有法可依㗎啦。譬如消防條例啊、建築物條例諸如此類，其實個法係一路喺度。咁但係問題而家就係冇執法啊嘛，即係大家由佢。咁發牌其實都會引申到執法嘅問題，因為發咗牌冇牌嘅，咁你係咪都係要執法咧？咁所以呢一點咧，其實係冇處理到嘅，因為本來其實所謂發牌唔可以話完全由零變有，其實個法例一路存在，違規嘅人一路都違規，只不過而家你咧就將一啲冇違規嘅人咧，你叫做acknowledge 咗佢係冇違規咁解嘅啫。其實對於嗰啲一向違開規嘅人，佢哋都係違規嘅。咁同埋呢個係呢點係送俾反方嘅。譬如話，假設如果真係發咗牌，有一啲規則或者有一啲嘅唔同嘅
standard 你要去跟。咁如果個 standard 係咁易跟咁好跟，我相信其實好多私人建築商都會起好多劏房出嚟，成棟大廈起劏房。咁點解咧？點解佢哋唔起？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而家啲劏房多數我相信咧都唔會跟到嗰啲標準㗎啦。最主要就係因為佢哋跟唔到標準，所以佢咪要做劏房咯。如果個標準係咁易跟、咁好跟、咁賺錢，基本上大部分多發展商願意起呢啲劏房，就成棟1000個單位起出嚟都得，但係因為跟唔到嘛。可能因為有啲可能一層個走火通道個數量、闊度各種原因，大家知道咧係冇可能合乎到規矩，所以變咗其實嗰條法例點樣定咧？呢一點其實係值得拗嘅，因為你要 set 咗個法例高，冇錯啊，好安全、好優質，咁但係問題就係犯規嘅佔大多數，咁係冇意思嘅。定得低，如果定得低嘅話咧，就仲奇怪就係、咁你咁危險，你定到咁低，咁你立嚟做乜嘢咧？同埋如果定到咁低嘅，咁點解我哋唔見到？即係周街都係劏房，即係我意思，所以周街劏，即係點解我係發展商，我哋嘉誠點講唔起種劏房樓出嚟？係因為劏房應該有一啲嘢咧係根本係搣唔到嘅個 requirement，所以焗住就變咗用呢種咁嘅即係唔合法嘅方法去處理啦。好啦，咁跟住咧就講下嗰個執法嘅問題啦。咁其實反方咧講咗個 point 就係執法係有困難嘅，個困難可能佢好輕描淡寫講咗一句話，其實唔一定要開門俾佢入嘅。即係唔一定開門俾佢 check，咁其實呢一點咧係可以好好用嘅，因為你咁樣諗落去啦，其實就算我係合規格都好，我係咪一定要攞牌先？如果我有咗發牌制度，我都合規格嘅，其實我咪等你 check 我先至，再決定我俾唔俾你入嚟睇。就算俾咗入嚟睇，我係合規格嘅，咁我咪先登記翻咯。咁點解我會講呢個 point 咧？就因為其實你可以咁樣諗。當你一發牌嗰陣時，發牌咧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即係我自己讀 public policy， 發牌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嗰樣嘢見咗光，見咗光其實背後有好多嘅因素影響到，譬如話使唔使要納稅咧？你嘅租金收入使唔使納稅咧？如果而家可能我自己劏間房靜雞雞現金付款，其實可能嗰件事係當冇發生過嘅啫喎。咁但係如果我真係變咗發牌規管嗰件嘢見咗光，其實你引申出嚟好多嘢咧，就會好多手尾要跟啦。譬如嗰啲租金嘅收入需唔需要納稅啊？支持啦，或者佢有冇其他嘅一啲法規係違反咗？咁變咗其實我會覺得嘅，就算係合資格嘅一啲劏房，佢哋都未必想要去申請嗰個牌，因為既然如果我到俾人揭發，到俾人 check，我頂唔到啦，我先俾你見到嘅時候，咁我嗰陣再係做翻手續都唔遲啊！咁所以其實未必會即係做到嗰個後果，就係即刻會好多人去申請牌照啊。或者佢哋即刻會好有意欲去改善啊！咁我覺得呢個其實係唔係太可能嘅。好啦，咁啊大概都講完。不過咧臨尾咧有一樣嘢我都覺得好值得講下嘅咧，就話睇睇先。係啦，就係咧，其實本來呢個題目咧，我個人認為咧反方係好容易係可以處理到嘅，即係以我自己嘅即係認知對呢個 topic 咧，反方係應該容易過正方嘅。咁但係咧。反方咧就必須要唔可以跌入一個陷阱，但係佢跌咗落去嘅就係佢應唔應該提公屋？因為你見譬如佢一提公屋，時間上已經蝕咗俾人啦。第二就係頭先我講嘅就係公屋根本係唔係同劏房個市場重疊嘅，因為根本好多人係住唔到公屋嘅。咁調翻轉啦，咁如果我係反方，其實我唔提公屋，我應該提乜嘢咧？其實好簡單，我都覺即係呢個係適合所有反方使用嘅啫。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咧要推翻個辯題都好簡單，就係淨係推翻佢就得啦。即係話咧，如果以呢個辯題嚟講咧，我只要證明咧唔發牌比發牌好，其實就已經足夠噶啦。對我嚟講，咁唔發牌比發牌好，咁有啲咩可以講嚟到？好似好簡單，就係你可以證明發牌係費時失事啦，根本達至唔到你想達至嘅目標啦，甚至催生更多問題啦。咁我就覺得呢一點已經係好強噶啦。咁你至於你需唔需要去長遠解決個房屋問題？因為我相信正方一定會問嘅。咁你有啲咩 proposal 啊？你淨係推翻我建議，咁但係我會覺得嗰度反而你應該要小心啲咯。你隨口噏話起公屋起多啲起快啲，咁其實你好薄弱嘅呢一點係。正如嗰兩個前兩位嘅裁判都講過，其實非常之薄弱。咁所以變咗我會覺得你應該斟酌嘅就係、究竟佢喺實施發牌制度嘅時候有啲乜嘢嘅甩漏。咁但係呢一點咧，反方冇乜點做到嘅。咁因為你其實要攻冧你。懟冧個發牌制度嘛，證明俾我哋睇發牌制度其實係
又嘥時間又廢又冇用，催生更多問題。咁其實你已經打到對方冧。你淨係一開頭佢講完嗰個政策嘅一個框架之後，你作樣擊破，咁我諗咧正方坐咗喺度㗎啦，其實都佢淨係會疲於去回應你各種各樣嘅攻擊。尤其是當你一去到好細節嘅時候，其實佢哋我就算我係正方我都未必頂得住咯，因為你一開頭嗰個即係嗰個政策框架啦，我係講係吹大咗嘅，一開頭係晒。不過樹人可能應該冇人讀 public policy，因為冇呢個 major 啦，咁所以變咗其實可能呢方面就你要小心啊！一去到啲政策嘅議題嘅時候咧，你唔能夠就咁有個願景拋出嚟，因為只係好彩對方都冇乜人讀 public policy，咁但係如果你一遇到個對方有個係好心思細密，佢真係捉緊你每一個講過嘅説話入邊嘅嗰啲實施嘅嗰啲細節嘅時候咧，你好容易係會俾人講到一棟都冇嘅。咁所以變咗即係呢一點，即係希望大家都留意嘅。其實我相信大家都叫做正方或者反方啦。咁我諗我今日嘅分享係咁多，多謝。唔該晒陳博士，請陳博士留步。而家咧係致送紀念品嘅時間。首先咧，我哋會頒發紀念品俾恒生管理學院社會科學系講師陳顯陽博士。唔該晒陳博士，接住落嚟有請香港城市大學粵語辯論隊前辯員黃天忠先生。然後有請香港教育學院科學及環境研究學系助理教授陳文浩博士。請陳博士留步。好多謝3位評判喺百忙之中撥冗出席並且擔任是次比賽嘅評判。而家我哋會宣布賽果。首先我哋會先宣布最佳辯論員嘅獎項。我哋而家有請陳文浩博士為我哋頒發最佳辯論員嘅獎項。今場嘅最佳辯論員係正方主辯金子瑜同學。唔該晒陳博士。接住落嚟為大家宣布賽果。2015年度3個杯辯論賽，辯題係港府應引入發牌制度規管劏房。正方香港樹仁大學，反方嶺南大學。比賽結果係2-1，由正方香港樹仁大學勝出。